4月初3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了后，包含这地震尾加起来已经超过500解。半暝的时阵，阁有超过规模5以上的这个地震尾。气象署表示，这地震尾范围愈小，而且也会愈来愈减。专家也要提醒讲，除了花莲，这个月嘉义地区也有发生地震，也就要监测到这梅山断层，是因为这搭已经有上百年无较大的地震了，累积这量能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。初五透早2点外，花莲阁发生规模5.3的地震。除了高雄屏东以外，全台湾拢感受会到。初五下晡阁发生规模5.1的地震。气象署分析，这两件地震也是属于4月初3花莲地震的地震尾。统计到初五尾仔，包括主要地震、甲两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，累计地震尾总数已经超过500解。其中小规模的地震占的比例上济，有超过400解。那主震跟比较大的余震6.7还是维持在那个一样的数字，所以我们从这边来判断，目前地震是有往小、往数量少的方向在做发展。地震测报中心郑主任阖凯文指出，除了花莲的地震以外，嘉义伫4月份以来，短短5天已经有9解规模3以上的地震。对西部来讲，相对是罕见嘛发生了真接。这敢是甲梅山断层100年的周期有关系，也无法度确定。不过以讲以梅山断层的范围来看，高铁若经过嘉义沿线，都要特别注意。那如果说发现最近地震比较活跃，就经过那个嘉义的时候稍微减速一下，要减速下来的时间，要刹车的时间呢，可能需要90秒。那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几秒钟的那个预警时间可以达到的。嘛有地质学家认为讲，这个花莲的地震是海华山脉下底个断层的系统。为过去的经验显示，嘛袂当排除引发中央山脉断层系统活动的可能性。在花东这边的地震的发生是。大家会注意的，就是说会看有没有的会不会联动性的问题。不过就是说，事实上地震的发生很难去这个预测啦。不过就是说面对这样的问题的确是要很审慎的去应对。学者推估，在花莲7.2大地震了后，地震尾可能持续2礼拜至1个月。提醒民众，厝若是有受损，就要赶紧补强，嘛要注意家具跟财有财，来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